Hello，大家好，歡迎返嚟易言易譯嘅頻道。今次我哋將會第一次走出室外，帶大家到日本東北青森縣嘅弘前城欣賞盛開嘅櫻花，亦都會講下去日本旅行維持斷食生酮嘅策略。今次我喺4月16號由香港出發到札幌，同日傍晚轉乘內陸機由札幌轉飛到青森，逗留2晚之後，喺第3日嘅傍晚再返去札幌玩。而家正式開始。飛機到達札幌新千歲係下午2點幾，而去青森嘅內陸機係6點幾嘅航班，所以喺新千歲機場都逗留咗一陣，亦見到機場內有唔少餐廳可以有空間去選擇一啲冇咁高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去到青森，我哋去咗便利店行下。日本嘅便利店向來都多姿多彩，既有地方特色產物，亦都有唔少啱生酮飲食嘅食品。例如即食雞胸啊、牛油呢啲。第2日一早，我先去咗青森市內嘅新鮮市場。呢個市場係位於青森市中心嘅地庫商場，裏邊除咗有一般嘅街市貨品之外，亦都有海鮮檔嘅供應。之後我哋到達咗弘前城附近，由青森市自駕到弘前市大約需要1個鐘頭。呢一日正正就係弘前櫻花祭嘅開幕日子，亦都係今年櫻花滿開嘅日子。鏡頭見到嘅就係櫻花祭嘅官方表演，就喺弘前城旁邊嘅睡魔村舉行。至於鏡頭見到有一隻戴住黃色頭盔嘅吉祥物，呢個就係弘前市嘅官方宣傳角色櫻丸君。經過睡魔村見到啲扭蛋機之後，就入咗去弘前城欣賞櫻花。另外，一般日本呢啲祭典都會搞到好似嘉年華會咁，相當熱鬧。而今年嘅弘前櫻花祭仲有個馬戲表演。不過因為時間問題，我就冇去睇啦。而公園裏面嘅小食、零售攤位可以算係呢一類慶典嘅重要靈魂之一。
之後我哋去咗弘前市內嘅燒肉傾食晚餐。燒肉傾係日本其中一間喺日本各城市都有嘅廉價燒肉放題餐廳，肉嘅質素就認真麻麻啦。食嘅時候我哋會盡量抹走啲汁醬，減少個甜度。去到第3日18號，主要都係喺青森市內自駕。一早我哋去咗古村市場食自選刺身早餐，到傍晚去機場之前就去咗青森另一個賞櫻嘅名點合浦公園行下。合浦公園嘅規模係唔夠弘前城公園咁大嘅，但係佢啲攤位嘅精彩程度絕不下於弘前城。當晚我哋就坐夜機翻咗去札幌。第二日一早我哋就坐車去小樽自駕。原本嘅計劃就係去輪友朝市食帝王蟹，但係甩咗碌，因為冇 check 到原來輪友朝市星期日係唔開嘅。最後我哋只係翻咗去小樽慢慢行下街。第5日早上10點幾，我哋去咗札幌嘅長外市場早餐。呢個亦都係今集節目想帶出嘅旅行斷食範例。日本依類魚市場提供嘅食品好多都滿足到低碳嘅要求，例如刺身啊，叫啲蟹啊蝦咁樣。而10點幾一般嚟講，刺身都仍然算係新鮮。呢一日我哋食完呢餐之後，都係 hea 下搭下路面嘅電車。大概5點零鐘就去博野嘅和牛燒肉2代目食燒肉放題，相對於燒肉傾呢間肉嘅質素係高好多，值得推薦。今日食嘢嘅組合亦都滿足到168嘅要求。第6日亦都係呢個行程嘅最後一天，我哋亦都係10點零鐘去咗場外市場，叫咗個中拖海膽湯，唔食飯。之後去機場上機之前，再去拉麵道場叫咗個拉麵加肉，唔食佢啲麵，咁就完成咗另一次168啦。而今次嘅旅行亦都結束，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